講真，喺公司入邊堆積如山嘅錄音，成日都係最熟悉嘅陌生人。想要回顧一段對話，要逐個開，拉進度條，反覆諗聽。呢一種大海撈針嘅嘢，大家都好有共鳴。如果可以好似康書咁樣去管理通話，會點呢？部署喺本地 GPU 之後，你可以喺 3CX 網頁端更加高效咁處理通話記錄。首先，可以透過通話摘要，快速了解大概情況。如果要再深入追溯，詳情頁會完整記錄通話時間、人物姓名同埋對話內容。另外，你仲可以用錄音快進功能，直接跳去指定片段，聽返原始通話，確保唔會錯過任何細節。而且我哋做生意，梗係要精打細算。本地部署就好似買咗套固定資產，一次過投資，之後只需要俾電費，唔使再攞住 token 點計錢。另外就係安全問題，睇下啦。如果公司通話數據要經過互聯網，佢就會有一定風險。最安全嘅方法就係錄音唔出內聯網，轉寫喺本地 GPU 完成，私隱保護級別大大提升。呢個就係 3CX 嘅 GPU 轉寫為企業帶嚟嘅特點。